乡亲大家平安，今日是新历的11月24，旧历的10月初10，礼拜二。新闻的头一条，这个国家所举办的训练，应该是爱真有规矩才对，但是哪会走进到这个款呢？花莲溜冰协会训练营竟然有未成年的男女学员，疑似顶半身烫光光抱做伙，甚至搁伫咧饭店相拍、啉酒、搏婚。家长话要气死，出面来痛骂，讲这个训练营的总召集人带队训练，竟然是甲学员带去 KTV 来唱歌，就等于是摕国家的补助去食、去啉、去耍、去度假，有够喊！体育署无好好来监督，嘛爱担责任。不能打头！不要太用力，不要太用力，不要太用力！饭店变成木式剧场，无能阻止大家话甲大细声，真侪人拢是还未成年，会做伙是因为因拢是来参加溜冰协会所办的训练营。把设施床都移位置在打架，那边有很多空酒瓶啊，我就觉得很傻眼啊。伫饭店外口同款有失控行为，才学员穿浴袍、挺只脚出手拍人。体育署补助千几万，其中500几万是用伫有天分的选取培训计划，想要到这训练营，唔闹冤家相拍，个未成年人看起来敢若无穿衫裤伫面墙顶面对面揽做伙。训练营总调文颜朴，甚至搁带队去 KTV 唱歌跳舞，家长讲真正是款。14到20岁就是年龄层分布的，男女同房，然后又抽烟喝酒，纪律都有问题，你觉得能够培养出好选手吗？政府给我们的钱，然后小朋友就这样度假度完了。我们有请协会，就是第一个你要定你的教练选手的管理要点，没有去定跟讨论之前，那这个秋季的训练也先暂停。虽然18年溜冰协会处罚教练张明东、高世雄停权4个月加12个月，7名小选手嘛被处罚，不过体育署甲体协的监督管理有缘有真大问题。